參加聯合婚禮已經是一個新人的熱門選擇，因為不只省下場地甲規劃儀式的高額費用，也得到首長證婚甲政府提供的豐富好禮。但是今年更特別的是，以運河百年好合作為主題，用力幸福悠存的儀式，全體新人攏將佇運河的浪漫景境打造難忘的世紀婚禮。民政局表示，預計邀請50對新人參與，7月20日中晝已經開放線頂報名，第一天的相當踴躍。民政局這邊有特別一個創意哈，就是說我們徵求了50對，剛好100個人。那在10月10號的時候呢，我們在那個扎哈木原住民公園的時候，我們要做一個運河百年好合的一個主題來做一個婚禮。那在這邊可以遊船哦，搭着船哦，到我們的那個運河裡去遊覽，看台南市的風光。另外一個呢，那我們當然會贈送很多那個讓你們度蜜月用的行李，還有一個咖啡機，來鼓勵我們那個台南市的市民呢，一起來參加我們這次的聯合婚禮。也歡迎大家踴躍報名。那報名日期從7月20號到8月20號。那現在目前為止呢，在那個報名剛開始還蠻踴躍的，希望大家趕快珍惜這個機會哦。我們只有50對100個人而已哦。民政局指出，為了鼓勵新人選擇在台南結婚，每一檔攏舉辦高規格聯合婚禮。只要報名成功的新人，不只會當得到行李箱等濟好禮，同工也將抽出實用的家電，祝福新人在台南成家立業。特別在百年運河雙喜國慶幸福加倍，請新人把握趕緊報名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